伊的手，听伊的曲谱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止航电，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于痛写了心酸的爱。夜光啊，牵你走去的路，阮夜风给伊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袂等伊琼下本人祝福，将孤欠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什么事啊？好好的，怎么突然要辞职啊？不知道啊，我只知道他前几天请假，说是生病去住院了，今天就回来收拾东西，说要辞职。哎，我看呐，他根本是去医院拿小孩，一定是孩子的爸爸不认账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哪还有脸再待下去啊？嘘，小声点，没有证据的事别乱说。有什么关系呀？敢做还怕别人讲啊？哎，这佳音是不是被高薪挖角啊？否则干嘛才刚升主任就不做了？我看他说不定是被包养了。不会吧？孩子不是拿掉了吗？原来要放弃是这么容易的事，一切也不过只是在一念之间。你实在懂奇怪呢！你的头都已经辞退了，你居然还提上提下，困翻人哦！外地阿妹无闲去上班，伊个心情都唔好。不过阿妹个心情哦，比伊较唔好啦。好嘞啦，外地啦，我无应该吼，你阿妹发现啦。这勇士哦，我想出去识条路哦，也老。阿妹讲请求，其实要答应啊。搁再讲哦，我做条路吼，要做清欢喜。讲实在话啊，我无法度哦，今天全行啦，我无吹跳啦。阿哥，你迄阵日唔会去度假嘞吼？虽然人讲我唔会度假，就唔会度假的。我看到阿妹哦，为人家事情按手心哦。还心肝肚没情感苦。哎呦，你就要表现出你爱生意啊！哎呦，阿妹哦，这样有可能不宜转去上班。对啊，唔紧讲，我要表现爱生意啊。小马哥，紧讲啊，讲啦！阿哥，你个用的哦，正经当好笑诶，就像生人用诶。哎，俺娘讲，你也落寞呢，慢像生人，你这样生人的啦。
生意，你就会生意。哦，这你太没生，人根本就不能看到，慢点生意的啦。你看傻了啊，傻了，养你哎，慢点。为什么要辞职？你期盼了那么久，好不容易才升职，难道你愿意这样就放弃？我为什么会放弃？你应该是最清楚的人吧？就算你决定要跟我分手，你也用不着辞职啊！我是你的主管，我不同意你的辞职。 就算你把它撕烂了，我也不会回头的。Jay，你别走，我做不到，我没有办法这样让你离开。可以啊，你让我留下来可以啊，除非你离婚，给我一个名分。Jay，我对你的感情是认真的，我说过。 我会尊重你的决定，可是现在你要走了，我发现我真的没有办法放手。多情的人总是无情的，你伤害了我，你伤害了孩子，更伤害了你的老婆。你不用来找我了，就算你来也找不到我的。 我会搬家了。你一定要这么绝？难道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了吗？我从来不相信分手以后还可以当朋友这件事情。况且我现在想狠心一点，我想断绝所有有关于你的联系。我要尽早把你忘记，不想再为你掉一滴眼泪。嘉怡，以后如果我们在路上相遇了，你不用跟我打招呼，就当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。嘉怡，你听我说。 你不接吗？应该是你的老婆吧。Hello。你快去医院吧，回去做你的爸爸。 怎么会有这么荒谬的事？老天啊，连你也觉得我应该跟他分手吗？你是怕我决心不够，所以才开了一个这么大的玩笑，是吗？他还是顺利的做了爸爸，而我呢，却失去了一切，什么都没了，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个人。 阿妹啊，你都给淋花呀？嗯。你话这边冇冲山果呢？你看这朵花呢，跳来来哦。跳来来，冇喊我冲啊。阿妹啊，你真经常留在床都不看天书哦？有嘛问题啊？该上人你不看，咩啊轻松呀？哎呦。 我又唔爱吃到甜，我当好做菜咩？啊，老人家讲话，我咪知道当有意思啊。迄讲哦，
您还有注意我做嘅菜哦，我就知道有赖哦。不过，啲菜冇強用啊，佢對亞條事情又冇買好。我啲冇興趣，你也冇興趣，唔係表示講佢係咪就冇興趣啊？係冇？我係知道，你應該很幾專去上班嘅啦。勉強佢留到屋企，等到佢嗰度冇快樂啊！阿妹，我記得你會笑啦，像啲廠案呢，佢將來一樣嘅事咯。不過，佢有一年係為結婚樣子。成家立業嘅啊，有冇法度保護佢一生人嘅？佢本身唔會差，我想講經過一排嘅事情，佢應該會學到用嚟做張聰明。好啦，冇經驗啦，要交本。蓮花啊，講實在啊，水冇太多，人家規劃太多水見要死哦。水要做咪太少，你天多你就要安排，水太少咪要死。規劃真難照顧，要用心，像叫照顧生意同樣，要費心，要有下耐心，對冇？要交本，我休息下哈，哦，安啲冇？邊個邊樣啊？哎呦，阿妹，錯。做乜嘅呀？哦，唔真煩了。哎呦，阿妹，我有好多新嘅功夫誒，你看我有進步冇哈？嗯。好杯一陣。好。有啦，有進步啦。有啊。有。阿妹，你做得答應我一件事情冇？但你做咩整件嗰個作用啊？樣啊，冇錢去用啊？冇啦，我當然係真心嘅，不過我想去求你幫阿哥做去上班啦。樣啊，傳統喎樣。冇啊，傳統嘛嘅。同人太子咁樣啊，全部講阿哥嘅事情嚟做嘛咯？冇啦，阿妹。我真係唔知太子有老人講呢件事情。阿勇就表示哦，下午卡嘅兄弟姊妹哦，感情都好啊，係嘛？阿勇事情咯。哎呦，阿妹，你就幫阿哥做去上班嘛，莫佢到屋卡哦，你冇事情好做啊，係嘛？好冇啦，阿妹，好冇。我冇經驗啦，我想看下啦。裝過啊？阿妹。樣，你屋企唔關咯？唔會啦。係講嘢樣嘅，就完全冇興趣啊。唔會啦，閒做地啦。我講做地，係講你工廠上班落嚟啦。阿妹，講實在話。喺工廠地位啊，調價啦，同事哦對我親好啦。佢再講工作內容哦，咁當我興趣，你好多動作東西。我是當老姨冇去工廠咧，啊講下聽講嘢嗬，你喺工廠同我注意嘛，講清楚咧，好冇？阿妹，你嘅意思係講我本來做去上班哦？係啊，去上班是做的，可是啊。你要認真地位哦，冇多什麼變講法的嘛。阿妹，終於放心啦，我知啦，我聽到會上門打邊。佢係有嗬，佢下擺哦，唔做唔是少啊，我絕對哦唔會賭嘅哦。
爱用这轻快，对无啊？爱滴啦，爱结好了了，做好吼，等下做下人天数。哦，安尼轻快。慢慢的背。哟，伊用出来。了用没按走，了用倒落去。怎么办？接下来该怎么生活啊？为什么为了一段感情，会把自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？为什么到现在我还忘不了他？哎呦，用一点研究还蛮准哦。哎，勇啊，给保夫人申请下来嘛？有啦，下来咧啦。阿上哦，含白粉贵，唔甘过你真麻烦咧。佢某一天哦，佢嘅种人哦，一天含不来钱嘅麻烦。托菜啊！你看你啦。哎呦，规下煮的，你这样拖到安尼哦？我要拖啊！又拖，等下就要用到嘞呢。还会等下做来做。奇怪诶，这样做来就爱用太细手的。阿上时间差不多咧，我先来摸喊一下，先来准备。好。迄家子。你讲话之前，你做得先上课哪好无啊？也有上过啊。你有上？啊，甲遐鸟安尼讲喏？啊，真堂倒诶，叫尾鸟会上？也有无嘛个意思哦？我做迄课唔管几十年嘛，嘛个事哦，都用大个，真紧当奇怪。开姐啊，我老你讲哦，什么人选对象哦，莫做一天会白卡金掉诶。就像做菜一样诶，你看也挑诶，一天会显得又嫩又齐嘅，这样做得做出好食嘅料理。古说显得对嘅人哦，这样做得得到幸福。小马街啊！你马个时间本人车到哈？车到？你他讲脱离个时间哦，要像还没听哦呢。要用做菜来讲啊？也有嘛个奇怪嘅，硬咩迄弥漫流嘅妹呢？弥漫流嘅妹，托菜啦你，托菜。保护你，你有神，你来撤退嘛？我对唔闹呀！申请保护你，狂按玫瑰木，狂按木。等，俺们别讲嘢，唔好别讲嘢。
你说嘛？阿曼啦，阿曼姨。阿曼姨，拢会错啊？啊，过来看水嘛。喏，水唔落工哦，冇要紧啦。喏，办了文贵的签名麻烦了。当时有了种保护令，上要写清清楚楚，不准文贵接近。不过曼姨，平爱对阮过了解吼，还惊去袂遵守你的规定啊。咁要冇要紧啊，还用安尼啦？明白了每一三年要做的保护，你知道吗？讲按讲了。做嘛啦？咁慢带到这边。看到你了。马上咯。用的啦哈。我俾佢等我變打俾你啦。慢按叫輸啊！你從哪做來的？從我！哎呦！你都要慢贏哈！佢哋慢打爛嘅，慢贏打嘅。啊冇打！好你啦！好啦，我哋嘅警察，我當冇這哈，警察人出來啊！冇這啊！我很驚哦！係本個輕掉落嚟嗎？有種考官行屍在下倉啦，一擺就本死死教員啦，下擺就冇人見睇你啦。從明年就冇管而家行屍啊，希望俾人哋彌漫了開唔上啦。你大隻，好在冇這哈，唔係穿房成啊。長褲啊！好你啦！好你啦，我找你幹咩事？是啦，春天愛習慣嘅大家係麻煩，都冇關係啦。等下警察嚟控告潘總好冇？冇事情攞嚟呀！好啦，好啦，沒有。你哪用呀？你哪用呀？慢慢好，慢慢好。慢慢好。你哪邊呢？他是上的。哦。你仲有西洋神，做一般人講嘅花旗神、鳳凰神，啊那邊咧做個高麗神，啊那邊咧都中國嘅東北神。啊那一般人來講呢，喺個團結啊，做個香港清清彩彩，買平平穩穩嘅當神，嗰個花旗神，啊比較適合。啊那真係做啲面面多做得，那真是我哋本部嘅啊，佢就有差別了。咁哪種嘅係好嘅？好嘅呢？一般來講，主要就高麗神，讓長髮上上嘅鹽神，我哋價錢係比較貴用。你一天一夜啦，燉幾嚟補身體啊，啊一天呢做全部嘅，啊一般做到花旗神，它比較合適合。啊那因為呢種花旗神呢係算兩步嘅。哎呦，個花旗神咁係鳳凰神，鳳凰神咩下便宜下唔好用咩？當然一分錢一分貨，唔係講鳳凰神就係唔好。就像俺樣賣堅肉窮樣，表上咧都嘅樣未必是要嘅好食，鹽神咩窮樣，人工栽種嘅啊，樣我都不如野生嘅啦。不過價格就會冇窮樣啊。哎呦，嗰啲係幾多錢？一種嘅1兩500。哈，咁貴哦？你也算便宜嘅，嗰邊一種嘅啊，變咩野泡神嘛，1兩4000一樣。通常買種啊，人所揀藥材啦。按照燉幾一天，所以外張冇推薦買幾種嘅啦。咁你下便宜係幾多錢啊？做呢種人工栽種嘅，1兩300。現代人啊，物質過剩啊，食多又差。啊，你食補地位啊，講究嘅要營養要均衡，食得多啊不如食得少咯。何況呢，身體嘅一切嘅根本，啊根本咧顧得好呢，有錢係買唔到用。
床吼，感情的东西，妹妹千万会多的。那全部问人老公的哦，黑的表啥，唔准答是无。头家，我想买较水好的。唔系俩啦。啊？我系为你系为家一辆4千元，加上改款学好的。哦，你也做咩样呀？我手办2手好嘞。哦，那便民的哑炮神嘛，品质绝对有保证。哦，你老公真有福气哦，你按像老公的姑娘。阿妹啊，茶到你啦。茶到忙啊喏。就迄哦，文贵哦，很人来嘅啊。真嘅喏。警察哦做到3傻嘞，那验出来其中2傻就是跟你来闹事情嘅呀。哦。不过文贵还是请唔到，警察还蛮清楚。你昨日头脑咧上忙啊，三唔掂咧，因为有事情做得着啊。佢廿幾年咯，切啲唔咩哦，安尼就算脱嚟啦。哦。警察又講啊，佢條哦要較只來鴉片順順啊啦。不過冇可能一次有年都鴉味咩？故說你自家哦還係較注意條嘅啦。係啊，甲阿珍咧問佢吼，就講冇落茶，吼，啊警察咩冇落茶講做冇喺馬啥，對阿珍也好，而家唔好知道講對人哦虧欠太多，對冇？啊？對啦，那每老幾講嘢嘅啊。哦，那每位提醒哦，地床還有價值嘅了啦。哦，錯好都係交代好。啊，實在苦了阿珍嘅吼。就按我嘅什麼人咩？都得按有數嘅些來人，就不用睇就好嘅呀。按艱苦嘅講嘢咧，有嘛嘅好嘅呢？講甲按強數，咁有可能。支持一下阿珍哦，全部咪穷样。不过阿三妹妹吼，当聪明，又要读书，又几认真呢。但天使的妹啊，奇怪呢，又按单纯，我面去呢，那冇啥去做点啊？不过你就唔记得，那可能会是猪哦。哎呀，唔会啦，啊，唔会啦，穷样。书上有學到，我嘛唔掂有班長好，我想哦，等陣街通落去補一下啦。唔對對我好，我啥見把全幫掉帶來麻煩。你有注意到冇哈？你一次都嘅講，你掉嘅啦，唔係啦，係人家掉，你係一家人咩？錯啦。介了，你介下去警察嗰邊，咁要談講抄埋佢出來啊？冇呢，警察講很多嘅查啦。你哦，冇老到講哦，大伯嘅事情哦，就係因為你哦，冇聽錯哦，一拜就老你冇關係啊。哎，小米就出來呢，是的，等好吃的。我妹哦，會想你哦，唔係冇道理嘅。阿班是對我好，是小時間阿妹窮樣啊。你對得就好啦，希望哦你對自家較好啲呀。冇，阿妹哦，我唔盼得哦。介
家人哦，真是心梦你啦，明年哦，真是当好诶。错嘞啦，那茶叶细细哦就唔记得嘞。有一间公司嘅调价哦，佢上摆来指导你做嘅9,000班啊，佢知道懂中医呢。下摆哦，佢个公司会判茶费啊，就会用9,000班哦来做点心嘛。是实嘞哦，听得懂多。刚才等下哦，开你卖了，开你做。伊还讲哦，讲指导你做嘅9,000班哦，有幸福嘅感觉。我就想哦，一个9,000班哦，做得很多幸福嘅9,000班。懂我堂哈？幸福嘅感觉。蔡妹妹，你太夸张了！啊，现在是甜点大王比赛啊，你吃成这样。哎呦，你不知道吗？阿珍姐的甜点呢，越做越好吃哎，吃了之后啊，会有一种幸福的感觉。我现在是在大量摄取幸福啊。对，就是这个感觉没错，就很像美满楼的风肉啊，吃了啊，会隐隐传达出一种幸福包围住的感受哦。以你的智商哈，我这样讲你大概听不懂。简单来说哈，就很像妈妈特别为你做那样啊，懂吗？唉，阿珍姐哦，让我们大家尝到幸福的美味，可是自己却一点都不幸福。也许她就是把幸福都放在这里面了，忘了留一点给自己。啊，你说的太感人了，那我更不能浪费了。哇！哎，对了，你们店里被砸的事情怎么样啦？阿珍姐的老公真的是背后的主谋吗？废话，你明满了跟别人无冤无仇，俺没落胎记哦，对你又很好，谁会没事来找我们家的店啊？为这2件事情给你哦，就会给他暴力狂啊！可是之前你哥有去度假啊，会不会是那个时候得罪了什么人啊？没可能啊，我哥没有欠赌场钱，而且他还用现金卡去还钱耶。哈。那如果阿珍姐的老公一直这样闹下去的话，怎么办啊？你不要一直说他是阿珍姐的老公，他不配啦。要说他是那个混蛋。反正哦，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的。你米满柳也绝对不会跟那混蛋妥协的。哇，没想到公主哦也有坚毅勇猛的一面呢，一柔一刚，文武双全哦。仰靠男人的时代哦，已经过去了。2个时代啊，我们女人要当自强。要学习独立，要学习勇敢，要学习保护自己。说得很好。还吃，留一点给你阿 Q 啦。哦，还吃，这好像不错哎。阿妹啊，你看起来哦，当幸福个勇的哦。其实真好食啦，不过当下感动的就是阿珍的心意，对啊。刚刚不要同意啦。哎呦，不是啦，来，你自家先生，那等一下自家要去做。抓了。哎，家人唔好同生嘢，佢等家佢要從青苔部做得黏黏的。啊，阿妹哦，你亲弟愛呀，我以後就會去做。就愛食下雞湯。哎呀。阿珍啊，那雞湯當清香呢，雖然有啲苦苦，但是味道真好。我可能冇便宜啊，使咪真貴嗬？啊？唔會啦，係阿媽煮嚟啉嗬，只要價錢嚟啊。哦，真嘅，難怪，好食，真嘅。喂，咪買兩個好，阿天會係啊，好，你係聽叫裝裝，好，先幫你哈。你唔聽作呀？係。哦，阿講我呀。
我自家装住啊，阿仔，我自家落就好咧。唔怕啦，来来啦。你咪整件纪念服呢？有唔安怪模样啊？昨天好来坐啦，哦。哎，实在情况太错了，坐。啊。其实哦，我感觉阿曼姨是像爱妹穷样，非常相爱，对我当好，还有哦，帮我落俩，有款安全的感觉呢。啊，突然没安全感。安就亲好了，你就当当爱伢妹。啊，什么？你就像阿妹穷样妹，是冇？啊。家人，我是王啊，几多岁个人哈？你们这安尼器材有危险哦。歹勢啦，你要去買東西，用唔用下面哦？那以後冇時間留你搭最久啦，就要4點嘞，我要轉去準備。等下家人，看咱從哦，我做伊啦。你會牙錯奶喏？啊？你哦，這個去送牙師啦，你下多個等呢，我轉。家人，家人。我吃不下了啦，好饱哦。什么你样子噻？什么样子噻？你就只会讲这句啦。哎，亏你还是半个客家人呢，你会不会讲别的？哎呦，我也很想学啊，可是我就是学不会啊。我从小是在台北长大的，又不像你是在客家村长大。像你这样学哪有用啊？语言就是要讲要用才行。自己平常不学，你怪谁？哦。哎，好啦，你俩哦就可以试讲客家话。好，那我发誓，我在苗栗读书这段时间哈，我一定要讲好嘞呢，要讲客家话啊。现在就要讲客家话哦。好啦，我发誓，我伫苗栗读书的时间，一定会攞客家话讲好。哦，OK，哦，我安尼下去哦，我嘅客家话就会像你嘅腔用啊。哎呦，干嘛这样说啊？我就是微谈微讲嘛。客家话这么难，而且有很多种发音哎，就简直在上那个法文课一样。你听哦 ，Bonjour 是 bon 吗？有没有？很像啊，都好像哦。是棒吗？你满脑子都是这句话啦。我看哦，客家文化里面你最有兴趣的就是食物。对，你说对了。这个哈，古人说民以食为天，是一定有道理的嘛。说到食物啊，我才想到之前你二姐说要在苗栗办活动，是不是办那个什么客家文化节哈？我最近在电视上啊，都有看到他们在宣传呢。这么快啊？奇怪哎，那我怎么没有听我二姐说后续的事情？我给看看来。对，我已经离职了，不好意思没有第一时间告知您。这件事情可能还是要麻烦你请教公司，在进度方面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。不好意思，张科长。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我还是会帮忙的。好。哦，奇怪哎，我一直都给让妈讲天发讲啊叫。会不会是男朋友哈？我二姐是工作狂哎，每天都工作，哪有时间交男朋友啊？应该是在讲公事吧。你们家姐妹怎么都那么奇怪啊？你年纪小也就算了，叫大姐还拒绝我，拒于千里之外耶。
说到瓦 Q， 怎么去那么久啊？不是送2桶瓦斯去市场而已吗？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应该快回来了啦。帮我收拾一下啦！你看桌上很多屑屑，等一下哦，瓦 Q 要是回来看他桌子这么脏哦，他又要念我嘞。你不知道，他是有洁癖的怪咖。况且我们把他的那一份吃掉了什么我们？嘿，你气嘎斯耶！哎呦，待会瓦 Q 回来，你不要这样跟他讲哦。晚上你要干什么啊？等我阿 Q 回来，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？算了，我还是回家好了。我之前又没有在家里帮忙你不知道，我大姐也是个很啰嗦的怪咖。从这一点看来啊，我觉得他们俩蛮配的对哈，2个都是怪咖哦。对呀，超级怪咖，怪咖。他们俩怎么不在一起啊？真是，谁知道？他们俩是绝配。好，谢谢。無閒嘢，我要行前係點價邊咯？這邊冇水好吃沒啊？你們可以當缺氧的咯。謝謝。那咖啡就好，謝謝。我吃這冇做唔過嗬，佢真係幾飛，休息下，水較飽到嘅啊。係啊，那研究吼，真有水較飽誒。係啊。唔過咧，每天無閒地請洗澡。真是老。係啊，唔夾夾請洗澡吼，當無聊呢。唔咩食飽，就去看電視，看哪一下越老越皮誒。唔會啦。阿曼姐，这生意要动办呢？帮我做嘛。阿妹啊，你来亚威做嘛喏？亚威用牙老啊真菜呀。咁明晚你走埋去鳳玉啊？阿娘來說什麼？我同然後同我講。阿姐，付我點咩事？阿妹，你一下做咩付唔出嚟啊？點到你還會電梯叫哦？就老人家講，你嘅腳冇風險，基本冇風尿，安尼唔就好咧啊？咁你唔想做你就莫講啦。唔係啦，阿媽姐，教了的意思吼，佢建議啊叫我蠻好，按做挺辛苦咧。冇，我來退休啦，佢要慢做，你哪來講好冇？嗰就麻煩咯嗬。我想啊，我啲買鳳玉啊，講唔嚟做，反正啊，假如一錢鬧你多菜啊，做冇？我想終於應咯，第一菜但係鳳玉俾冇踢咧。真的，我一邊上拿牛了，你開始就做了。有這個嘞。阿珍姐啊，你做個點心哦，真件都好食呢。順便講哦，是你做個點心哦，會有幸福嘅感覺哦，就像你彌漫流嘅風油咁樣。你很牛哎哈，不用出家嘞，就冇看到你啦。安胎嘞，咩咪第二吞數。你還會倒嘞啦？該去準備啊。哦。阿珍啊，春天我來做啦。唔搞又天數啦，我等下佢做唔來，要怪風去咧。謝謝。
啉咖啡的开始馆还喺无变哦。错啊，安尼可以啉到吼3种米丝啊，铁种吼，嘿有咖啡的腐，三类呢，迄拍咖啡的笋，真好味吼，全部合不强下的花，香醇的米丝就出来啊。这种平民人生对嘛？做重叠啦。吼，从台北到以下吼，跟人生观一点都冇变呢。唉，唔想啦，以下人生吼，最终也有咖啡强用。我讲来啦，用来，按叫好冇？睇面色，咱叫发片。唉，最近吼，做无限年代发片啦。不过呀，去无限的吼，迄对录音嘛。哦，所以按叫懂无限了。是的啦。不过吼，那最近吼，当面嘅客家老歌谣啊。哎呀，咁讲过呀。嘿，那最近吼，想同客家老歌谣，搞到我创作地位，安尼吼，就可以把客家当然认识咱客家文化的呀。讲起来当奇怪呢，按叫唔知做嘛，大家同不同好按客家文化呢？啊？乜解客家？系啊，就像我之前的公司啊，其实他做提办那个客家文化节，我作为之前的一个前任的企划负责人。哦，个拄好呢。我之前合作的唱片公司吼，最近打电话帮我，即係講吼，佢寫咗企劃部的主管，你興趣冇？冰山流水何處去？重逢難依舊不移。千里眺望故鄉河，遙遠的人，初戀為愛你。長夜撫琴也漸起，有時孤影須擁擠。残霞攀爬高峰，你的笑聲無言又撫萍，玉髮將要飛向天，往事隱隱在中間，山歌一曲能唱動。